在地人在地前来看这个婚林斗六的家当里，怎有一个确诊的病例。这个斗六市公所接到消息，随到甲确诊者去过所在来做消毒。这个公所嘛接到真侪乡亲来反映，是毋是会当到私人的主体来帮忙消毒？公所讲，因为清洁队的人力有限，所以特别去买40个简易的消毒器，乡亲若需要，会当去甲村里长或者是干事借来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昨公布斗六市家当里新增加一个本土确诊的个案，案号是5884。伫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公所随去消毒，因为这个个案敢若伫家当里细厝，平时上班会去别个所在，所以讲甲在地人无什么接触。李长希望大家唔免伤过紧张。带领清洁队员到全昭东区域的公共领域道路做全面的那个大清消。除了加强消毒，斗六市公所嘛表示讲，时常接到民众的反映，敢会使到私人的徛街去消毒，因为人力有限，所以讲公所特别买40个简单的消毒器，分散于市内40个村里。一个针对40里，阮购置40粒桶啊，要发送给咱的里长。进前上礼拜已经有甲消毒水一日分2桶给里长啊吼。因为斗六市已经出现确诊的个案，所以讲公所希望大家做挂好喙暗共同防疫，将这个传播病毒的机会降到最低。